就是引发洪灾的元凶。我要去上面一趟，这儿先交给你们了。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。是这个袋子吗？是，化成灰，老佛爷认得。呀！你这人毫不讲道理，青天白日无缘无故来我家搞破坏。还想抵赖吗？这个先等等，陛下，请让我帮你们重建家园。具体干什么，明天再说吧。我先帮你找个地方住下。不，现在就开始。现在？我这边没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怎么会？这儿看上去有很多事可以做。等一下，我真的不需要。没关系，我能搞定。